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人拢提讲从事农业是一个过辛苦的行业，不过大部分的人讲，以兄弟辈从事农业都是老人家为主。不过也参的常常有几多的后生人也投入也个产业地辈的哟。今日人会特别邀请到一位后生朋友来自万满，佢退伍之后呢，都转过去家乡来从事一个农业。一个工作佢也各有自家的想法咯，佢用自家的方式来同大家紹介佢嘅工作嘅內容。佢係用乜嘅方式呢？人哋談下伊，接下來邀請佢同大家紹介吧。馬上來分享人哋來自萬滿的變身。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李秉成，今年24歲，來自屏東萬巒硫磺村，目前種植百香果。哇，歡迎變身，唔過變身，我聽到人講54歲啊。嘿，哇，真是喺我訪問嘅來賓地輩最後生嘅人呢。大部分我訪問嘅農民朋友地輩哦，哇，真是冇二字頭，也有最起碼都有3字頭嘅啦，應該嚟講。嗰時你自己本身係萬巒人嗎？嘿，我本身就是萬巒人。哦，盧卡地輩以前都係耕田嘛，因為你自己更加從事係農業吧，嗰時同盧卡以前嘅耕田有關係嗎？從阿公那個時候，就開始是做農，那我從小就是跟在他們的身邊，然後學習這樣子。哦，盧卡本身係係種乜嘅呀？本身的話是種植，最早的是種植檳榔，然後到後面會有香蕉，對，這樣子。哦，那從來中央啊，盧卡有耕田，不過大部分印象地輩啦，人一批吼，大部分都係種強嘅角度，係冇？對。唔凡是中央人喺中央嘅時間也聽說係摘檳榔，係冇？暑假的時候每天都要摘檳榔。人一批嘅後生人咧，共同嘅印象咧講，人家中暑假喺中央嘅時間，讀書讀嘅青年人啊，佢哋去中央，人鄉下嘅青年人都攰到盧卡去摘牆嘅，暑假最好教嘅都係教牆嘅。對。身上係穿嘅人生嘅收費啊嚟嘛，吼，有時間可以適量嘅啦，嗰條。不過這個萬世看到太年沙田頓佢哋係做一個農業一塊，這個有乜嘅感想嗎？我其實在高中就是以前都沒有考慮過說要做農這一塊，然後可是我本身也不排斥做農，對，那以前跟着阿公爸爸他們在田裡面的話，我是不會感覺到辛苦的那種感覺，對，那很像是樂在其中，對，很像就是本身就很像要做這個的感覺，對，所以我對這個農業的方面不會說排斥這樣子，對。你這個退伍之前喺讀書嘅時間，有學嘅也係學農嗎？還是做學其他嘅方面嘅呀？我在讀高職的時候是讀嘉東高農，對，所以在高職的這段期間，就是會多多少少接觸到一些農業的知識，對，還有實地去耕作這樣子。對，按你嚟講，其實你自己嘅農業嘅經驗吼，比其他人可能還過多一些，因為講。萬世到睇田頓爸爸阿公在看有實際嘅經驗嘅嘛，又到學校嘅地方去學習農業嘅知識，有一些現代的一些農業的基礎。嗰種嘢對你嚟講，學嘅同看呢，其實萬世到睇都同耕田有關係嘛。對。你這個退伍之前有想過講，當時冇做農業之前去尋其他一條路嘛？有安尼想過嗎？有，那個時候有這樣子去想過。對，因為以前的興趣就是真的是興趣的話，不是在農業。對，有可能我以前有打過羽毛球，然後也有去學過舞蹈。對，就是想要那個時候是想要以那個方向去發展。對，那不會想到說會回來家裡面接手這個農業的事業。對。哇，真是假使講，像你哋都講好打嘅羽毛球嘛，某一天你嘅時間投入轉去做運動員吼，更加某一天你都唱嘅羚羊杯形容去比賽得個冠軍嘅呢，咁麼？某一天啊，你這個後生人用辦想到，退伍之後，歸來接受盧卡嘅事業，做農耕田。因為那個時候是在當兵的時候，我就是在想說，那我到底退伍之後要做什麼工作？然後我後來就想到家裡面，因為我現在是跟阿婆跟爸爸住在一起，那我
想到说他们的年纪也大了，那农业这个工作的话，常常会需要出重的活，就是例如搬肥料啊，或者是一些农机具这个部分，然后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负担这些体力上的工作。那我想说，那我有这个想法的话，我就是回家跟阿婆他们讨论说，那我回来帮忙，那你们愿不愿意？那阿婆他们也非常的同意。然后所以我就回家去慢慢开始着手家里面的田地了。哦，对，其實談空嚟也冇同人家相同嘅，大部分嘅人吼，有啲細年嘅後生人，我想講，同爸爸媽媽也喺度卡嘅人講，我過來聽書讀卡嘅事業好冇？一開始啊，度我講一開始有可能讀卡嘅人講，你哋腦部其實好都好嘅，唔是特別轉過來。馬上都轉過來，有時間盧卡你會勸他說：你不要一下都過來呢。你的夢想同盧卡想講，一個後生人過到盧卡聽書也過好，馬上都教書誒。你這個咁萬世都睇停頓盧卡長輩安尼睇人嘅地位行上行下，你這個嘅看法係講，萬世嘅農業，你這個教書之後農業都更加，用咋有冇個差別冇？差別的話，因為我們萬巒就是高屏這個地區，好像我觀察很多都是在種植檳榔，非常的多。對。那現在政府都有在推動說，把檳榔廢園，然後改種其他的作物。對。然後也在推廣說不要吃檳榔。對。那所以我回來做農的時候，就跟阿婆爸爸提議說，那可不可以給我一塊地，然後讓我去搭網室。然後我來種植果菜類的作物，對，那他們聽了也是覺得很支持我這個想法。哦，對。嗰時候講，其實你這個有這個嘅想法，講人過來教書，唔過吼，人想講嚟吃過那些冇強樣嘅地方，同埋有看以前冇種過人嚟吃過那些，冇聽喺聽到講冇強樣嘅投入，可以冇強樣嘅方向來幫家裡的農業都有啲賺錢嘛，係嘛？你這個有種過嘛個東西啊？一開始有種過苦瓜，然後後來種小黃瓜，那到現在最主要是種植百香果。哦，對，你種下的作物之前啊，你有研究過灣滿這片呢，盧卡這片適合種乜嘅東西嗎？我沒有去研究這個方面，我會種植這些作物。最主要是因為，其實我們在那個地區就有很多前輩在種植這些作物，然後我就只是順着他們，然後剛好然後就下去種植這個作物而已。對，吃樣看那些，因為你講我好種乜嘅東西，因為我好食嘅，有啲農民朋友啊講，因為我好食啦，咁買唔出去都行，自家行可以食安尼啊。結果唔係講，其實有看到前輩，其他人有在種嘅，想講在停頓種看那些，假使講。有乜嘅問題嘅話，還可以問得到，什麼問得到來解決。嗰種唔種苦瓜啦，種過嘅小黃瓜，你這個種嘅咁相用吧？我的感想是覺得我沒有那麼喜歡苦瓜跟小黃瓜的耕作方式。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講白一點，他們的用藥太重了。哦，對，就是他們會常常得到一些病蟲害方面，那我們就要常常以農藥的方式去防治，對，那所以比較下來的話，苦瓜、小黃瓜和百香果，那百香果的用藥就會減少很多，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我要的一個耕作方式。對，嗰種唔有嘅觀念，睇唔知嘅觀念地步，其實唔係唔好講我椰青豆皮料也要用青豆嘅肉嘅嗰種農作物，其實種出來這個也唔咁深嘛，對，係咪安尼？那像喺長高變成你講小黃瓜同苦瓜嗰邊可以用嗰度嘅肉嘅，今年真是會得到喺某個片，也係有某個蟲嘅好事嘅，逼得我哋農民朋友一定會用肉嘅去做防治嘅。像苦瓜的話，因為我其實種苦瓜比較多次，那苦瓜的話最主要就是很怕一個蟲害叫做薊馬，薊馬的危害，它就是會讓苦瓜的纖維會變尖掉，然後之後會影響到整個苦瓜的長勢，對，也會影響到後來的生產的品質啊，然後產能那一些，所以我們都會盡全力的去防治它。
对。嗰所一種籽嘛，頭頭講嘅有個平存開，一定要用藥嘅，這樣又可以有效的防止其他的方式冇乜嘅效果，係咪？可以這樣說，就是像是如果用農藥的話，是可以直接去把這個薊麻給除掉。那如果用有機資材的話，那只是去防治，就是有味道，讓它不要過來接近而已。對，效果咁冇按好啦。對。你這個萬世多胎吼，在演的按來看，盧卡尼對你按來吃中之後，竟然是表示同意的。有本冇嘅風向冇，佢他們有沒有說給你建議說，你可以去嘗試其他作物啦，像更加按來搶眼的地方，縣政府啦，政府單位有講專職推廣嘅可可啦，也係咖啡。盧卡尼有按來本有一個建議冇？他們沒有給我太多的建議，只是他們很支持我現在在做的事情，然後只要我有什麼需要幫忙或者是忙不過來的地方，他們都二話不說會來幫忙我這樣子。哇，真是盧卡尼真溫暖呢，給你一個支持的力量。冇聽到好多朋友吼，轉到盧卡提咧，先面對到係盧卡嘅反對，冇都講盧卡希望用辦去做，結果唔能盧卡唔咩呢？反而佢到盧卡，反而自家去嘗試冇向嘅方向，真是幾好哦。哇！大家聽到一片黑咩感受到，真是盧卡係本人親溫暖的力量呢。可以幫後生朋友轉過去盧卡做自家想要做的事情。唔過變成歸到盧卡，真是從事農業很順利哈。也係講地方有乜嘅地方的故事呢？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前面談到變成給盧卡人係樣板同佢支持，佢有樣板的想法來調理一個產業，真是本人幾感動的。唔過真是調理農業一個產業之後，又按順利下，繼續來請教變成哦。變成，這是幾多盧卡可能有種嘅苦瓜，種嘅小黃瓜，甚至於後期來種嘅土茄樹、白香果嘛。在這些過程當中，自己感受到自己從事農業還算順利嘅嗎？我覺得不太順利。還冇順利的原因在哪？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覺得是農業這個部分是靠天吃飯。對。那假如今天我把這個作物給種好了，那可是如果今年如果沒有任何的颱風或者是天災的話，那我們的價格就是會很低。對，所以我們如果把這個東西給顧好，給種好，那不一定我們可以賣到一個好的價錢。對，那個必須要去看市場的一個價錢，然後我們才能決定我們的收入。對，應該係咁講啦。有時就講，我哋希望天時好，我哋可以有收成。不過天時太好嘅時間，睇下收成多嘅，結果市場嘅量多嘛，價錢都過大嘅。對。某一天講，假使講天時唔好嘅話，很好嘅價錢可能會比較高一點點。不過洋蔥嘅話，以下都全部都冇。對。就是一種很難以去控制嘅環境因素啦。對。不過這個先到最尾，更加種嘅最多嘅農產品係乜嘅？最多的話，我其實種的最多的是苦瓜。那百香果的話，是從去年開始種一個1/8的地，然後採到今年有4分地的百香果，這樣子。不過前面有講到，其實我哋縣政府有推動講，大部分人可以去種可可啦，做嘅咖啡嗰度，這個就冇想到重要嘅呢。可可的話，在我們萬巒其實是一個很推廣的一個作物。但是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可可需要加工。對，那我們沒有這個加工的地方，讓我們去，就是沒有這個管道，讓我們去把我們種的可可給去做加工這個動作。所以我們種的可可，如果我們真的種植可可的話，我們會沒有地方可以去銷售。對。嗰種這個想法係講，其實盧卡一個更加條件還不太適合去先種可可，因為還冇個加工的地方，幫人去做加工，可能這個可以種可可的啦，不過種出來還係幫人樹嘅果子嘅掉，這個沒有辦法加工，那個經濟效益冇按過，嗰時候就先冇進行一個部分。對。更加你蠻會先做白香果咧。
百香果的话也是在合作社看到有前辈在种植。我看前辈在种植的时候，他们跟我说，百香果的肥培啊、用药啊，不用像苦瓜或小黄瓜一样那么多。对。那其实我听到用药不用那么多这个关键词，我就觉得说，或许我可以尝试看看。那百香果又是一个比较大众可以接受的一个水果，就是比起苦瓜、小黄瓜的话，那以我自己来做通路的话，我会比较好去销售这个产品。那所以我就决定来种这个百香果来试试看。加上百香果来讲，其实除了做水果，其还可以做加工啊，什么？所以销售的管道如果多一些。对。俺们百香果按多的品种啊，你自家种的是哪的品种？现在种植是台农1号。其他个特色是乜个啊？特色是外观的话有呈现黑红色或黑紫色，对，就是要看它的转色好不好。那风味上面的话，就是会酸甜的这样子。对。古早其他个更酸味更重一些。你做嘛个人家拢讲，人们好吃甜的呀，消费者大概大部分都爱好吃甜的，你都没想到来种一个更甜的品种咯。比较甜的品种的话，有考虑到满天星这个品种。对。可是满天星这个品种在市场上面的价格跟台农1号来做比较的话，那差别是蛮大的。对，台农1号的价格会比满天星高蛮多的。那在一个我现在比较没有自己的通路的情况下，如果去种植满天星，那我把这个满天星销售到拍卖市场或者是市场上面的话，那价格的方面就会落差很大，那收入方面也会落差很大。对，嗰时候还係一個現實的考量啊，講成本的問題。不過還有什麼假使講，真是有問題呢，你可能還會做其他的嘗試，知嘛？對。你有個百香果啊，其實嚟講吼，人哋屏東雖然有種，不過最大量的係南投嗰邊嘛，吼。對。人哋更加一片種啊，人哋屏東嘅百香果同南投嗰邊呢，有冇個差別嗎？差別的話是在於我們這邊的產期跟那邊的產期是錯開來的。用來做啊？我們是用一個燈罩的方式，去調節那個百香果的產期。對。你就像人種個火龍果咁樣啊，要幫佢照光，是嗎？對，要燈罩。咁樣要幾長的時間嗎？燈罩的時間的話，差不多。一天會加燈罩的時間是差不多3個半小時這樣子。對。就是說你條毛的時間都可以是照的嘛？對對對。你照本佢照按一段時間，佢都可以做一個產季的調節。本佢講算是比較早結果，還是各注意一些這樣的結果？我們燈罩的一個重點就是說要增強它的日照嘛，然後讓它可以做一個催花的動作。對，因為百香果它是一個全日照的作物，然後它需要一個很足夠的陽光，才可以開花。那冬天的話，日照時間比較短，那可是我們這邊的日照時間又會比中北部的日照時間還要長很多，所以我們就用這個燈罩的部分去加強它的日照的部分，然後來達到這個催花的效果。對，讓它可以逐漸的調整佢個生長的期限。如果我們從南投這邊呢做錯開，對，你錯開有冇個好處？除了說我們不用跟它強碰工，讓它產量好競爭之外，還有冇個好處嘛？比較好的優勢，最大的優勢就是價格上面的不同。對，因為他們那邊的種植面積大概是500多公頃，那我們這邊的話，差不多我知道的是現在有200那邊左右。對，那所以價格的話，我們這邊賣的1公斤的價格可以到100多到200多。對，那邊埔里的話，就是沒有辦法達到這麼高的價錢。這個是我覺得一個最大的優勢。那還有一個優勢，我覺得就是他們的那個埔里那邊的產期，因為他們產量非常的多，然後我們這邊沒那麼多，那我覺得我可以做一個自產自銷的方式，就是可以更讓大家或是觀眾可以看到我的產品，然後把我自己種植的百香果賣得出去，這樣子。
其实应该来讲，係對小農夠有利的啦。對，就是講產期錯開之後，其實兩無安泰，不過對小農來講，可以做到自產自銷，有個方式日本，大家可以直接第一手接觸到生產者，的農民朋友，係咪安尼？哦，不過真是種北香果有按多的好處，你自家有講述到講北香果有最麻煩、最困難的地方嗎？我覺得比較種植百香果，我覺得比較困難的地方是。我們在着果的時候，然後百香果會需要轉色，那轉色的話，它會需要一些肥培的部分，就是你可能什麼的，方面要提高一點，肥料的方面要提高一點，然後還需要一個天氣的一個，後天的皮寒嘛，對，要天氣的一個配合，曬你的，對它。果實需要曬得到太陽，它曬到太陽之後，它轉色會比較好一點。哦，跟食神我講，你給它着果的時間，你都要去剪個葉的，本給可以透光性更好一點。對，就是我們百香果在跑上去2層網的時候，那我們通常會留的藤蔓是固定的，那固定的藤蔓以外，它會有側芽出來，那些側芽的話，我們就會把它打掉。就是以免它影響到日照的一個部分。哦，對，我想講其實佢唔係鬼麻煩，佢還係有用心嘅地方咧。你像冇本佢曬到那條，佢有個色神都唔講，有影響到佢有個賣相，係冇？對。哦，你像頭先我有問到有幾多嘅水果，像生果啦，嗰啲吼，佢能輕講講讀到落去之後呢，就會落果啦，如果講甜冇安甜，北香果有一種困擾嘛？有，百香果也很怕下雨，尤其是在採收這段期間。那如果它下雨的話，很容易會得到疫病。對，那得到疫病的話，我們百香果都是就是從吊網撈起來，然後裝到一籃一籃的籃子裡面。那他們如果有疫病的百香果跟沒有疫病的百香果在一起的話，可能會有傳染這個動作。對，那我們只要把百香果撈回來之後，有下雨，我們還要把百香果攤開來，讓電風扇去吹乾來，這樣子。行，摘下來之後，假設講有毒到伊，唔能同佢出走來，行，幫佢吹個電風扇，對，讓水汽散掉，對，才不會得到疫病。哦，毒到個全部採下來，你來不及做這些動作的有冇？我還沒有，因為我去年是我第一次種植百香果，那時候種植只有1/8而已，所以產量沒有那麼多，那我還可以負荷得來這個狀況。哦，如果摘下來衝開這個天數，假使講真是冇法度的話，盧卡會同天數冇？要。像一年啊，2棵樹，父母摘的，其他年就同天數嘛。對對對。除了盧卡年，其他農民朋友會同天數嗎？其實我本來家裡面有爸爸、阿婆還有我住在一起。那去年種植百香果的時候，在我忙不過來的時候，其實我爸會來幫忙我。對，那現在的話，我爸在上個月剛過世而已。對，所以說現在如果再遇到這個狀況，我可能就是會需要請工人來幫忙我，才忙得過來。哦，其實也講實在話啦，吼，就是盧卡有人可以天數係一件挺好的事情。不過真是磨合唔過來的時間，還係靠其他可能朋友啦，或搶人家的天數，這樣可以符合才講我們這麼多繁忙的農事業務，係咪啊？對。其實農民朋友真是大家有大家自己的難處，要靠自己的經驗來處理呢，吼。對。哇，觀眾朋友，唔看，其實啊，真是後生朋友，你到我哋農業一個產業挑戰也幾多呢。不過變成佢靠嚟盧卡嘅知識同佢自家嘅用心，一一的來克服之後，佢還想到用其他嘅方式來推廣手機自家嘅工作個，到底係用乜嘢方式呢？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咯。今日很難得有咧專門種北香果嘅農民朋友嚟到節目地邊，都好，我有請好食北香果嘅人，來先請教佢一下，用辦嚟炒北香果，也係有用辦嘅料理吧？Vincent，
继续来请教你哦。既然来种北洋果啊，其实人们最底下讲农产品按用板头用板来保存係最重要嘛。啊，以农民朋友嘅專門嘅成分，同大家分享一下，北洋果按用板嚟偷較好是咧，啊用板保存較好呢？我的经验是百香果在挑的时候，最主要是它的转色的部分，对，要转的比较紫、比较黑，会比较好吃，对，然后也要去看它的重量。在挑百香果的时候，就是会一颗一颗摆在那边，那你就可以去用手去感受它的重量，对，这个会非常的明显，对，那越重的话，表示说它的果肉比较多，然后搭配说它的转色比较好，那会比较不会踩雷这样子。哦，真是，就讲到遐边有的时间人明明看到嘅北洋果表仔摕嘅好，啊，不过吼，真是带过去录卡之后，无几年啦，其实个蛋糕都烂黑的，也係講有發霉感覺，真是我表仔摕平常地度嘛，還係講表仔摕攞杯個好。会有这个现象的话，可能是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些可能疫病。对，那你可能在挑选的过程中没有去发现到，所以带回家才会可能过了1-2天就会发生这个可能发霉的这个情况。对，那如果像我本身，如果我在卖给客人的话，那当然是说今天采收，那明天就会寄出，那后天就会到，所以那个百香果是非常的新鲜的，所以我们在跟客人讲说保存的方面上面，可以在常温下可以保存大概个5到7天是没有问题的。对。那如果你想要保存的更久的话，那就要把它冰到冰箱里面。对，那这样子可以保存的更久。哦，嗰個最好也係從拿到嘅買好嘅都夾佢適合嚟去也係最好嘅。假使講無法做嘅話，一部分可以俾佢哋冷凍，唔係冷凍哦，冰箱地度啊，不用冷凍做得冇。冷冻的话，它会结冰。哦，对，唔係講有幾個北洋果打開來之後，將裡面的果肉挖出來嘛，做到餅乾，讓你保存也做得嘛。這樣也可以。對，因為我在採收的過程，難免會有一些次級品。對，那一些次級品的話，我都會拿給 Apple。對，他會幫我去做一個可能蜂蜜百香果啊，然後泡給家人喝這樣子。對，那可能也會做成一些百香果冰棒。對，那這樣子是另外一個保存的方式。對，哇，真幸福咧！係用 Apple 做暗號嘅點心本身，幾幸福。啊，唔過講到鴉片，我都想到一個朋友本來看嘅樣片啦，真好難嘅。如果北洋果按用板來吃，百香果在沒有刀子的情況下是可以吃的。那吃的方式就是它是圓的嘛，那我們會用2隻手，然後捏住它上面那個蒂頭的地方，然後把它捏好，然後把它掰開來，這樣子就可以了。就是捏好之後壓一下，然後有一點點裂痕，再把它掰開來，這樣就可以吃到裡面的果肉了。哦，咁簡單，我覺得唔會講，人哋用頭腦來講，因為人用唔用按嚟講，因為我朋友本來可能樣片都係唔破嘅呀，破嘅樣片親神奇，係用一種方式嚟銷給你自己嘅工作同北洋果，因為嗰時候農民朋友吼，人哋第一講做農事佢無閒，其實佢冇時間嚟做其他嘅事情嘅，既然還有時間嚟破樣片，怎麼嘅會想到有一個方式嚟銷給你自己嘅工作？當時怎麼嘅會想到我嚟破片呢？哦，這個關係到我的個性，對，因為其實我以前就是有學過跳舞，那我其實心裡面就是會嚮往舞台，然後希望被人家看見。那今天做農，做農的話，真的是一個，如果你沒有做這些宣傳的話，你真的是一個人在田裡面，然後也不會去跟外面的人做一個接觸。對，那我想要說，用一個好的方式去表現我自己，那我想到的就是拍影片。對，然後就透過拍影片的方式，然後介紹說我在做農的過程，或者是怎麼去種植這個作物，來介紹給大家，然後讓大家來認識我，然後順便也去推廣我的產品這樣子。哦，不過人家嘅樣片面講有啲名嘅，很多舊勢力哈。對。人家名嘅，怎麼個我很多人有嘅名嘅呢？
Juicy Lee 果汁里的话，这个名字会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很喜欢国外一个饶舌歌手，他的前面的一个名字就是有 Juicy， 对，那可是他也是过世了，对，所以我就是想要说，那果汁，然后又可以关系到农业，那我也就是去用这个名字来当我的这个。网络上的一个名字，对，因为我朋友当时本来看人家样片的时间，我都看，我讲也蛮年轻的，其实同我讲人家个频道的名嘛，就是你，我都讲，本来看呢，没卖量的哈，因为直接看到卖果汁，我以为是说哪个卖果汁的拍的影片什么，我想讲，点开来看，结果冇共用，我就想讲，人家个名嘅真贴切的，嗰时候根本你来访问嘅贴切美哈，怎么个会想到用人家个名嘅，原来系人家个演员哦，你这个当时。要拍片的之下，你自己有冇个想法讲，你会视频内容系冇个，你自己有规划吗？规划的话就是看我当时的工作是什么，或者是我之后要种植什么作物，来去规划我接下来要拍的主题。对。你拍到更加差不多有1道片的呀？差不多有20几支片而已。哇。对。算刚起步而已。对，刚起步而已。拍到更加，你自己。样片底部有讲述到拍样片的过程底度，个困难的部分也系有本影响个层面样片嘛。我在种植百香果的过程中，有一次遇到梅雨季节，然后那个礼拜1、2个礼拜都在下雨，不停的下雨，然后让我的百香果在那段期间直接被歼灭掉。攞一层营养嘅百香果全部都冇。对对对。哇！第一係咪有一擺人哋嘅梅雨季落個太有長嘅時間啊？對。嘅時間係特別用一個方式拍嗰啲片嚟紀念講嘅不幸陣亡的百香果啊。對啊，就是想要把它記錄下來，然後順便我在影片的內容也有講到說，這就是農業，就是你會遇到說天災。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一個事情，那你能做的就只能去接受，或者是盡量的去預防這個災害，把它變小這樣子而已，把這個損失變小。對，那這些都是你做農要去承受的一個事情。有一部分觀眾朋友可以看得到，假如人家嘅樣片看得到講，人哋農業特別比較現實的一部分，對對對，唔係講迷咧吼，講很順利，或者是說遇到某個挑戰，你都有個樣片本嚟講，其實人哋你看一層一過來，全部都冇係嘅。對，呀，講人嘅部分係睇呀，拍樣片有件事情，盧卡也共用幫你支持。他們都很支持我在做的事情。對。你嘅話其實人哋第一講。做某個事情其實有好有壞啦，也係講更加有一個特別的文化，叫做酸民文化。既然來做一個拍片就算一個公眾人物咁樣嚟講，你有讀到講對人家嘅樣片來批評呢酸民嘛？我目前遇到的酸民就只有幾個而已，幾個留言。然後當時我遇到的時候，我覺得很開心啊，用蠻講，就是覺得說真的會有酸民來酸我，對吧？就是我不會說覺得他們來酸我就不開心這樣子，我就覺得就是至少人家有看到我，然後所以才會打出這個評論，對，那我也接受。嗰種對你來講，其實也是一個很正向的想法，講人家注意到我，本來有個批評，我都來接受。某一天我接受之後，我看得到自己不足的部分，我來嘅進步嘛。對。哇，你其實頭先有講到盧卡有人大家都幫你支持嘛。不過前面也提到說，這個爸爸不幸說過身咧。不過我感覺到爸爸對你來講應該係影響最大的盧卡嘅人嘛，做冇？對，日本某個影響，這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嗎？就是他很看重家人，對。那想要分享一個故事吧，對，就是我有一天晚上工作完，跟爸爸去萬巒的街上吃晚餐，然後遇到一個豬腳店的老闆，
然后他就问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然后我就说我现在在家里面务农。然后他二话不说，马上就是回答我说务农赚不到钱什么的啦。对，那我当下听到这一句话，觉得我很不开心。对，但是我也没有再多做回应。对，因为我当下我真的就是没办法跟他讲出我有什么好的成绩啊，好的表现。然后我也只能觉得说自己只能更努力去做好我的这一块农业。然后或许说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我是在农业里面这个区块是成功的一个例子。对，那我觉得做农的话，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可以陪在家人的身边。那家人可能已经老了，那他们需要人家陪伴，或是说他们生病了，需要人家带他们去医院。那这个也是我们留在家里面做农的另外一个价值。对，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对。哇，真是讲多多和爸爸谈到也给人家同讲，爸爸有谈到吗？爸爸有听到。他有同跟你分享什么给心情吗？他当下是没有跟我分享他听到这句话的一个心情。可是我有把我遇到这个事情去跟我师父分享。那我师父也是有跟我说一些，就是他认为就是说，回来做农不一定就是因为要赚钱。那可能是因为家人，你陪在家人身边的一个价值，这个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关系。对啊，真是好彩也有一个工作，多和本人可以有一个好的力量来束缚一个家庭。对。哇，观众朋友，谈到一片，再一次本国本的情感通呢。你看，变成一个后生人家，归到路卡做农无简单，路卡本给支持。不过无彩爸爸过世呢，不过爸爸用其他嘅行通留本，才能变成最好的价值，最好的表率。也希望讲大家可以像变成安尼，才能越来越多寻到自家的价值来束缚我们自家的家庭，束缚我们的社会。今日再一次感谢变成哇，带来按温暖、按精彩的故事，多谢。谢谢主持人，多谢大家。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万峦走走、吃吃猪脚，然后也可以来我的田地找我。那我的频道叫做果汁里 Juicy 里，那也可以搜寻，里面会介绍一些农业相关的知识，或者是一些农业的生活。谢谢大家。